羅麗超市提提你，而家嘅時間係朝早9:16。市政署提提你，胡亂放生危害動物生命，破壞生態平衡。而家天氣係現時室外氣溫係攝氏26度，相對濕度為88%。咁我哋咧就頭先就講到，即係當然啦，劉生同紅會嘅一啲糾紛，咁可能就要大家互相即係溝通好啦，多啲了解啦。咁但係如果澳門嚟講咧，要有需要嘅人士去用呢啲車輛，又點樣做咧？大家有啲咩意見都可以打嚟嘅，因為其實耐唔耐都有啲聽眾喺我哋節目嗰度反映啊，係好難即係揾到車去接載一啲行動不便嘅人士往返醫院嘅。咁啊，佢哋又好難搭巴士啦，咁啊搭的士啊，或者其他車嗰度又會遇上個預約啊，或者數量不足啊等等嘅問題。咁啊，各位有需要嘅人士都可以打嚟講下你嘅睇法嘅。咁接下嚟有蘇生嘅來電，早晨。早晨，蘇生。高生。係早晨，早晨。唔認我嘅，3年嘅央積金，4年嘅消費卡。接替戴先生咧，嗰啲任務啊，馬上歸還俾我哋，係咪？唔好再學戴先生啦。全體嘅公務員，包括紀律部隊咧，最緊要獄警啊，立即實行祖國嘅退休制度形式，不能違反祖國嘅法律啊，同埋咧。我覺得咧，你哋有2位女士，日日同啲客席講來講去3幅被，咁為曉撐嗰啲資產階級。蘇生，今日我哋都關注特首喺葡國，有冇留意呢個新聞呢？多謝你嗱，中葡友好咧，回歸以來咧都係嗰啲推行噶啦。係咪？咁特首去葡國，咁啊非常好啦，打造中葡友好共同體，係咪？咁之前咧，你哋嗰個電台真係唔好啊，侮辱葡國人民，全世界葡國人民，我仍然追究緊啊！唔好喺度胡言亂語。咁特首咧今次真係好好，係嘛？即係由祖國嘅指令，係嘛？中葡永遠都係好朋友。因為葡萄牙，我哋葡萄牙咧，因為喺澳門450年，嗰啲遺跡咧不能磨滅，係嘛？咁多個特首唔錯嘅，係嘛？佢假地都喺葡國讀過1年書，係嘛？佢好認識我哋葡國人嘅優質、優等民族啊！所以咧，而家喺澳門啊，各國中國人都要尊重葡萄牙人民，唔好喺度。即係噏3噏4。咁你覺得特首過去勉勵啲學生返回澳發展呢個意見，你又點睇啊？真係好㗎！我個孫都讀緊法律，就嚟翻嚟㗎啦，免費送佢過去。咁翻嚟又分鐘入去嗰啲法院啊、檢察院嗰度做嘢㗎啦。咁咧特首真係好。好啦，咁啊，多謝阿蘇生嘅來電，咁啊都希望即係各位即係學子喺外地會即係讀完之後就翻嚟澳門嗰度建設啦。咁呢個亦都係特首喺葡萄牙嗰度咧勉勵學生，希望佢哋可以即係翻嚟嘅一個想法嚟嘅。咁大家有啲咩意見都可以打嚟講下啦。我哋頭先就講到話一啲新生學子，跟住希望佢哋回流。阿宋偉傑都有提到，最緊要